有一隻驢仔同埋一隻馬幫佢主人運貨，佢哋背負住同樣重量嘅嘢。過咗一段時間，隻驢仔就開始體力不支，逐漸落後啦。馬大哥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孭一啲啊？我實在頂唔順啦。邊個叫你咁冇用？我哋同樣孭住咁多嘢，唔係好公平咩？我先至唔會幫你啊！再過多咗一段時間，隻驢仔終於不支倒地。咁樣個主人就將驢仔孭住嗰啲嘢全部放晒喺馬嘅身上啦。我竟然做咗咁愚蠢嘅事！當初如果我稍微幫下驢仔，而家就唔需要我全部嘢孭晒啦。若有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；若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。哥林多前書12章26節。我們肢體有軟弱的，有欠缺的，我們應該互相扶持。